国当局继续镇压东突厥斯坦，维吾尔族和其他突厥穆斯林女孩被迫嫁给汉族。最新的短片显示，一个穆斯林女孩在强迫嫁给汉人时在哭。在这段视频中，一个穆斯林女孩哭着说：“我不想走。”但是两个人强行把她抱走。据哈萨克斯坦新闻网报道，东突厥斯坦的许多城镇穆斯林女孩被迫嫁给汉族。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已采取各种措施，鼓励穆斯林女孩嫁给汉族。在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数月的抗议活动中，抗议者改变了策略，以小团体的方式聚集在不同地区。香港抗议者响应社交媒体上的号召，聚集在公园、购物中心和运动场地等地方。他们宁愿成小组聚集，而不是以前的大规模示威游行。警察对示威者的战术变化做出了反应，并在许多地方拘留了许多人。土耳其军队与地方民兵正在向叙利亚纵深挺进，局势紧急。一向关系紧张的叙利亚与库尔德武装周日达成共识，叙利亚军队将在叙土边境全线部署抵抗土军。据叙利亚政府消息人士披露，叙利亚政府军此次做出这一军事动向，与库尔德武装叙利亚民主军与叙利亚政府达成一致协议有关。据悉，就在13日，叙利亚政府军已进入位于阿勒颇省中心东北85公里的曼比夜市。侵袭日本的哈基比斯台风导致死亡人数升至11人。气象局发表声明说，在台风登陆的地区总共有11人丧生，目前还在继续寻找失踪的15人。昨天开始时速为217公里的台风，导致日本全国一些地区出现大暴雨，近50万户家庭电力供应中断。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将举行突厥与国家合作委员会第7届国家元首峰会。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热恩别克夫和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谢克特米尔吉约耶夫和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将出席峰会。阿塞拜疆总统伊利哈姆·阿里耶夫将于周二主持该峰会。会议的主题是中小企业发展与突厥世界经济。世界女子拳击金标赛决赛69公斤级，国家级运动员布塞纳兹击败中国对手刘洋获得金牌。在俄罗斯乌兰乌德举行的比赛中，土耳其选手布塞纳兹在69公斤级决赛中面对中国对手刘洋。这位在3轮比赛中均以出色表现击败对手的国家运动员登上了领奖台。